今年年底就要來拼選舉啊，目前呢，這南北黨團是有提出5項公投的草案，不過還閣無共識。這若真正有成呢，即馬為着要避免閣再出現2018年的亂象，這在野的陣營是有提案來修法，要甲所有的公投案攏印佇個同一張選票。中選會主委游盈隆伊是表示講，這種做法製造出來問題有可能會愈濟。雙手握條的中選會主委游盈隆一透早特別拜會民眾黨立法院黨團，表示伊家己早一個感謝兩個提議，尤其今年是9合一選舉，中選會希望大選年立委咧審查預算的時陣，台甲島會當小可讓手一個。另外，就是希望一張票當真濟案的這個手法會當打動。這樣的一個立法，可能潛藏極大的風險。對我們的選務以及台灣的民主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。真的會開票到凌晨？如果以2022年的投票經驗，一個案就到晚上11點40，兩個案一定是要到隔天清晨。國外為什麼可以做得到，我們做不到呢？有一種這樣子的話，那中選會主委那可以不要做了吧？連這樣事情都做不好，然後就恐嚇，先恐嚇，開票開到1點。那怎麼樣？那也呼籲中選會賣因為技術的問題，就放棄直接的民權。目前台面頂包括去年民眾黨提出的移轉投票的公投，若今年南北分別提出的5個公投案，包括關係死刑判決的法定變形、中科核電、交通罰款專用、安樂死等等的公投案。另外，閣一概回應，除了是舊案閣提一擺，其實有真濟提案佇國會就會當解決啦。無應該將立法委員愛護的責任擔負中選會，也閣民眾。其實有些公投案，像是把交通罰款作為交通基礎建設的經費，這件事情其實立法院大家坐下來修法就可以了。開票時間可能不是最大的重點，到底可不可以投票準時結束？這可能才是大家所擔心的，會不會重演一邊開票一邊投票的境況？我覺得那才是對於民主政治最可怕的威脅。針對今年5案的公投草案，朝野協商無共識，送議會處理。根據法定的程序，若是要趕11月2日9合一選舉，立法院上萬愛在8月中表決通過，並且在10天內底送中選會，讓中選會會使依法在公民投票前90天，也就是8月30日前完成審查，公告公投案的編號、主文，也有投票時間。記者綜合報道。